Lobchen Juniba 第12课。切瓦拉曲谢，对长者尊敬。昂翠长雷切瓦纳姆拉曲谢堂，我们必须尊敬比自己年长的人。琼瓦纳姆拉强恭切贵，并且爱护比自己年幼的人。昂翠切瓦纳姆吉嘎拉年贵，我们应当听从长辈们的教言。给给纳姆拉吉咕噜修贵，应当对师长们敬重爱戴。昂翠帕梅嘎拉年贵，我们必须听从父母的话。帕玛堂切瓦拉曲谢切纳，如果尊敬父母与长辈的话。伊入吉觉桑斯尔基远，便能称之为高尚的美德。让雷罗纳切瓦纳姆拉吉古尔堂，必须敬重比自己年长的人。拉梅嘎拉吉松修贵，并且遵循上师的教言。马谢巴纳姆尼给根拉甘基修贵，不懂的地方必须请教师长。紧追囊给根纳姆杰格，在班上见到师长时，这系得类属鬼，应当问候吉祥如意。紧追囊拉给拉配对，当师长来到班上时，录出那么一儿郎鬼，学生们必须起立。拉梅嘎拉基松前啊，若是遵循上师的教言的话，切底气尼给三吨汤界主把引，此生与来世所有的心愿皆能成就。解句给总称替换练习。昂翠素了开始切轨，我们必须对谁做什么？昂翠让雷切瓦拉曲谢切轨，我们必须尊敬比自己年长的人。昂翠让雷琼瓦拉强恭切轨，我们必须爱护比自己年幼的人。昂翠索恰昆波拉错恭切轨，我们必须保育稀有动物。昂翠普处拉索恭切轨，我们必须养育子女。昂翠戳波拉若巴切轨，我们必须帮助朋友。昂翠给卡布拉松恭切轨，我们必须保卫国家。
硬脆科鲁尤拉军工切轨，我们必须维持环境。硬脆沙丘拉松金切轨，我们必须做好水土保持。硬脆素以嘎拉年轨，我们应当听从谁的教言？硬脆切瓦那给嘎拉年轨，我们应当听从长辈们的教言。硬脆给给那给嘎拉年轨，我们应当听从师长们的教言。硬脆拉玛那给嘎拉年轨，我们应当听从上师们的教言。硬脆帕梅嘎拉年轨，我们应当听从父母的教言。硬脆给为先念那给嘎拉年轨，我们应当听从善知识们的教言。硬脆去做错以嘎拉年轨，我们应当听从法友们的教言。硬脆戳波错以嘎拉年轨，我们应当听从朋友们的教言。马谢巴那尼素拉根基修轨，不懂的地方必须请教谁？马谢巴那尼给根拉根基修轨，不懂的地方必须请教师长。马谢巴那尼给这拉根基修轨，不懂的地方必须请教前辈。马谢巴那尼拉玛拉根基修轨，不懂的地方必须请教上师。马谢巴那尼居固拉根基修轨，不懂的地方必须请教祖古。马谢巴那尼给谢拉根基修轨，不懂的地方必须请教格西。马谢巴那尼堪波拉根基修轨，不懂的地方必须请教堪布。马谢巴那尼仁波切拉根基修轨，不懂的地方必须请教仁波切。马谢巴那尼洛本拉根基修轨，不懂的地方必须请教阿舍离。素配对素耶尔朗轨，当谁来到时，谁必须起立。给那配对录出那耶尔朗轨，当师长来到时，学生们必须起立。拉玛配对罗玛南耶尔朗轨，当上师来到时，弟子们必须起立。恭敬配对弥mang错耶尔朗轨，当首领来到时，人民们必须起立。马本配对妈咪错耶尔朗轨，当将领来到时，士兵们必须起立。须凯瑞拉吉松切那三吨汤界主巴营。若是遵循谁的什么的话，
所有的心愿皆能成就。拉美嘎拉吉松切那三吨汤戒主巴影。若是遵循上师的教言的话，所有的心愿皆能成就。桑吉吉贡巴拉吉松切那三吨汤戒主巴影。若是遵循佛陀的密意的话，所有的心愿皆能成就。强心吉lâm啦吉松切那三吨汤戒主巴影。若是遵循菩萨道的话，所有的心愿皆能成就。帕贝点巴西啦吉松切那三吨汤戒主巴影。若是遵循四圣谛的话，所有的心愿皆能成就。孔妹等阿拉吉松切那三吨汤戒主巴影。若是遵循祖师的教戒的话，所有的心愿皆能成就。出头吉明阿拉吉松切那三吨汤戒主巴影。若是遵循成就者的口诀的话，所有的心愿皆能成就。几位新年起格罗拉吉松切那三吨汤戒主巴影。若是遵循善知识的告诫的话，所有的心愿皆能成就。七色生词。切瓦长者。Kushab 尊敬供奉。冲瓦幼者。强供爱护守护。Nam 多数。鬼必须应当。噶教言。年听从。给跟老师师长。基咕噜敬重爱戴。求呈上献上。爸妈父母。Yerab 高尚。居丧美德。Sir 称为。鲁娜年龄。基松遵循。马谢巴不懂的地方。甘基熟请教。紧着班级课堂。节见面会晤。这系 Delek 吉祥如意。Genlak 师长。Loptuk 学生。Yerlang 起立。拉玛上师。切底气此生与来世。尼嘎二者。三吨心愿。主把
成就。